第4首。天下万国，众人着听，咱换唱全首。请咱大家准备心来敬拜上帝，这是礼拜开始。
我真欢喜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，为着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为着上主，咱的上帝的殿，我要为恁求福气。上主安尼讲，恁着维护公平、实践公义，因为我的证据grund立，我的公义连绵实现，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这回来吟圣诗第4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请起立来吟。徛者，三到額頭來祈禱。至聖的天父上帝，佇你聖的日子，願歡喜來到聖殿敬拜你，因為你豐盛的慈愛，聽阮世間人，互阮通心存敬畏，佇你的聖殿敬拜你。今仔日已經進入大齋節期的時，因舊年受難酒開始的時所用的樟樹枝，燒做火釜為12個掛佇頭野，表明阮不過是着歸佇土粉的人。你竟然願意用你的囝兒來為阮做替贖，阮真知阮人真正是有限，又閣驕傲自大，總是拿家己做牛，虧欠你的陽光，閣記到行入黑暗的深淵，求主赦免阮的軟弱、無知、喪凶的心靈，憐憫阮罪性的本性，洗除阮一切的罪過，求你洗清去，互阮比洗較白。求主使用卑微的阮，願要閣一擺學習主的款式，用謙卑敬虔的心來到主的面前。當阮軟弱無助的時，求你聖手扶持；當阮驕傲的時，
求你驾驶警醒，求你用光照阮，互阮越头行伫你的光明中。这时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。今年的世界公道日，所要带到的国家就是咱台湾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也是上帝美妙的安排。伫这近3年来外，武汉肺炎互全世界受苦的日子，咱台湾良善的人民愿意，政府愿意出钱、出力、出嘴暗，互需要的国家。台湾天后会口号传遍世界。伫中国对台湾侪侪阻挡，也用武力陷害台湾的时，却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的重视甲注目。公道日是世界性的活动，2023年为台湾祈祷。伫即时即刻，一切拢是上帝的业力，互全世界搁较明白台湾，为台湾祈祷。上帝无限的权能，实在是奥妙搁奥想象。阮也要为伫患难中的乌克兰来祈祷。你是和平仁慈的上帝，恳求上主怜悯，安慰扶持乌克兰人民，求主出手，互战争通停止，互公义来彰显，互人人心存怜悯，互自由和平通甲临到天国的路奔我。土耳其、叙利亚的大地震，造成人民的失去家。求主亲自安慰受苦的人民心灵。阮相信，我靠主，牧者大人军是阮上大的我靠。教会会友伫这段时间，侪侪长辈嘛身体欠安，求主医治的大能临到，平安的灵甲因同在，互身体得到医治勇行，无恶担当的事，通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主，报答上主的恩典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我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，安尼讲：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呢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我要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我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请坐。这是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8篇。启应文第58篇，这是出自罗马人书第8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关系遮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佮上帝互伊有对死人中告我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魔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。
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还是将来的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爱。这是咱来吟圣诗205首，205首，计是伫写，做伫遮卡，请起你来吟。做伙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平安的君王，搁欢喜人彼此互补。人若明白你，就得永活；服侍你，就得自由。你去选阮做你的囝儿，因为这个身份，互阮会通直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。这时，阮来到圣殿，恳求你清气阮的心，圣洁阮的灵，互阮专心倚靠你的保护，行伫你为阮备办的路，学习用真实来敬拜你。求你的光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阮日日跟对你，互阮的灵命日日永驻。通伫属灵的在白家天来承接你所应允的福气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做伙来共读圣经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12章13节到27节。马可福音12章13节到27节。这是上帝话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13节，因找几若个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希律党的人去耶稣遐，要找伊的画饼，
通甲伊陷害。因就去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知你真诚实，无论甚物款人，你对待因拢无差别。你只有忠实的教示上帝的道理。安尼，纳税互罗马皇帝凯撒有合律法无？反着纳税也毋免。”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“是安怎要甲我试探？摕一个银币，互我看卖咧。”因就摕一个银币来。耶稣问因：“这是甚物人的像？甚物人的字号？”因应讲：“凯撒的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凯撒的物，互凯撒；上帝的物，互上帝。”因对耶稣感觉真着惊。有一寡主张无国外的撒都该派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“老师，摩西所写的律法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哥死去，放某无放囝，伊做小弟的就带兄嫂替兄哥传宗接代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的带某。无留后代就死去。第2个带伊的兄嫂，嘛无留后代就死去。第3个嘛相款，这7个兄弟拢无留后代。最后，这个妇人人嘛死去。国外时，因拢国外。安尼，这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这7个拢捌带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毋对，因为恁毋捌圣经，嘛毋捌上帝的权能。因对世人中国外的事，甲天顶的天使相款，无价无差。关系世人国外，你竟毋捌读过摩西的册？得到的7的迄段，上帝对摩西讲：‘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’恁完全毋对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赐福互听叹伊的话的人。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来献诗，带咱来敬拜。因要唱的诗歌是《我要快乐唱歌》。Thank you.
是纳税甲国外的正义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日真感谢希望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。要讲起我要快乐唱歌，一个人爱得到透放，得到自由，伊才会当真正对心灵内面来欢喜唱歌。这嘛是咱来到伫圣殿来亲近咱的主的时阵，咱会通得到的这个应允。耶稣来到伫世间，就是要互人伫上帝的内面会通得到活泼的自由。这就是咱的生命会通得到透放一个真要紧的源头。耶稣的时代其实2000多年前，的人因受着侪的束缚，无论是宗教关系的束缚、政治环境的打压，这互人生活其实是喘袂过。这款的生活就若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当时的情形同款，人的生命喘袂过去，上帝看袂落去，上帝找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咱嘛看到耶稣来到伫世间，嘛是看到迄当时的人因喘袂过去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。其实耶稣基督要来以前，都有差派侪的先知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为着要互人会通得到透放，得到自由，无受到束缚。总是亲像顶礼拜咱所看到的圣经节内面的这个譬如同款，主人找去伊的奴仆，去伫遐要来摕伊的葡萄园，但是受刣死。然后主人阁另外派一位，就是伊的独生囝。想讲会通尊重伊，但是伫迄个中间，咱看到遐掠着权的人，就将这个主人的囝来刣死。迄个譬如拢是真清楚的，咱咧对抗上帝所差派的先知，也是上帝所差派的基督。这是历史以来。人掠自我最中心的时阵，做出这的代志。今年的大灾节期对2月2日开始算起，40日搁加6个主日，然后就是国外节。伫国外节前一礼拜受难周的中间，伫马可福音内面的记载，迄个比例是上重要的，差不多有1/3的篇幅。拢会记载受难周。伫受难周内面，咱看到耶稣甲国家权力，也是讲宗教关系，迄个紧张的关系。这款紧张的关系，是出自有关系的人要对抗上帝国的价值。咱看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伊伫遐查看。圣殿内面无公义的代志，并且赶出圣殿内做买卖的人。耶稣看到无公义的代志，伫遐做这款的行动。恁兄姐，无公义的代志，若是伫咱台湾的，过几日就是228的纪念日。我犹原看到有的人，有的店。讲庆祝228，228敢是咧用庆祝的？毋是啦，迄是弄偌济人的血老血来牺牲，毋是庆祝，是咱来对历史的罪恶的中间、无公义的中间来得到反省。若是一个对无公义的社会无法度反省，迄个社会是无法度行向上帝国的。耶稣来透放咱，是爱咱学习上帝国的价值，会通行向上帝国。这嘛是咱受呼召伫这个世间，甲上帝同工一个真要紧的呼召。
咱人来到世间，咱的使命是啥物？人若对世间无使命，人活地是无有价值的。这嘛是咱的学习，要将这个上帝国的价值一代传过一代，通过教会来行这个上帝国。前几天我毋知咱有看到无？监察院伫遐来发表一个调查的这个几啊年来的调查，都是殷义雄先生伊的老母、伊的囡仔伫228的时阵，当然迄是后来的事件，伫厝内受抬时的调查报告，一直调查。我看到迄个记者会，迄个报告就是讲，无讲到凶手是啥物人。咱的台湾，伫这个无公义的内面，若是耶稣来伊会到圣殿、到社会中间、到任何的殿堂内面，伫遐观察迄个无公义的代志，伊要来将这无公义的代志看除。耶稣所做的努力，就是要让这个社会充满有公义、有怜悯。那亲像先知甲咱讲的，咱来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咱搁较需要谦卑，甲上帝相甲行，互咱的社会会通愈来愈行往上帝国的新世界。耶稣伫这个受难周的中间，伊甲宗教关系、国家权力发生一种紧张的关系。有权的人想要尽办法来堵起上帝国的使者，坦白讲的，堵起先知，现在要堵起上帝的囝。咱就来看今仔日这经文内面所描写的。咱先来看13节到14节，伫遮所描写的，讲有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，因安怎受差派，还是讲奉命要来安怎，要来陷害耶稣啦。但是咱搁较前啊，咱所读到的是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，因是犹太议会，咱讲三合林的这个议会。因集合起来，要来对付耶稣。但是这章内面，咱看到已经变成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做阵联合，要来陷害耶稣。咱将这几个要陷害耶稣的组织，咱甲看一下。希律党，伊是支持犹太的统治者希律家族的民间团体。撒都该派其实是甲祭司长、甲犹太宗教精英是有关系。因本身较支持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因为罗马帝国统治社会受控制，因的利益就受到保障。所以希律党也是这个撒都该派的人，因拢较支持罗马帝国。另外的法利赛派，这派的人，因较注重传统的礼仪、律法，因差不多拢是属于中产阶级，因的生活甲一般人民较接近，因自然就互这人民较亲近、较支持。原本希律党、撒都该派、法利赛派，其实这三派的人中间是互相袂对答，特别是法利赛派的人，他会走去替人去处理这个代志，他会去甲希律党的人做结合。咱来看13节，伫遮讲法利赛派甲希律党的人，因安怎受差派奉命要来陷害耶稣，到底是奉什么人的命令要来做这件违反信仰的代志？咱若读到后面，耶稣伫受难的故事，耶稣伫客西马尼
伫遐受掠了后，到送到伫大祭司的官府伫遐半暝审判，咱就真清楚看到，大祭司通讲是整合犹太特派，全面要来攻击耶稣。这咱会当去想象无？地上的大祭司要杀害天顶的大祭司，迄款的画面。伫即波的这个攻击的内面，因想要来找耶稣的画饼、画饼，要来甲陷害。因咧假意问耶稣讲：“阮罗马皇帝，就是该撒纳税，敢毋是违背阮的信仰？阮应该纳，还是莫纳？”圣经内面。其实有咧描写耶稣出世的时阵，罗马皇帝就开始大户口调查，所以耶稣还未出世的时阵，伊的老母玛利亚就安怎对远远的所在行到伫伯利恒，伫遐安怎要去报户口？迄个报户口的目的是啥物？因为统治者统治了后，报户口伊要来抽税。要来抽税，古早时阵报户口，有当时是要来发动战争，因为要点看有啥物人会通满年啊，会通去战争。但是统治者报户口是主要讲啥物人中年啊，会通伫遐来纳税，咱讲人头税、丁税。罗马帝国的税真侪种，有关税。嘛有咱讲贡税，就是厝、房屋税、土地税、货物税，啊，还有粮食税。所以咱看到罗马帝国的抽税已经是真抽了真重。一般的人无钱会通付到伫一般的即款的税金啦。你无厝无物件的人，散到要互人食去的，迄拢是安怎？迄拢抽无。但是抽无，伊嘛要甲你扣一个人头税，人头扣起来，迄个税真重。但是扣税毋是摕来做这个公共建设，嘛毋是要来帮助弱势的这个百姓。无，这个扣税的目的是为着要来饲军队。今仔日罗马帝国饲军队饲了后咧。用这个军队来镇压，这个咱讲殖民地的所在。那像咱今仔日会当去想象，今仔日新疆的人，伫遐采棉花，伫遐纳税互中共，啊中共用这个税金来做一寡监视的物件，做一寡再教育因的营区，然后甲你控制。啊，这就哪亲像罗马狗，电影有看到无？罗马狗狩猎的政治犯到伫这个绿岛火烧岛迄边，家己起厝，家己关家己，你知影这无？所以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这款极权的统治就是安尼。伫罗马帝国的北涉的下底，犹太人因真不满，因这个不满。因就组织起来，要来控税。我不爱纳税金。伫主后66年的时阵，奋翠党的领袖伫加利利的犹太，伊发起这个控税的运动，搁要安怎？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的殖民。这个战争主后66年，前前后后有7年久。历史上称这叫做第一次犹太战争，第一次犹太战争嘛称作大起义。迄个结果带来就是啥物？耶路撒冷城受毁坏，无有一块石头缀伫一块石头的顶面。迄是犹太人伫主后66年发起控税的运动。其实耶稣的时代。奋翠党，
因咧检验一个人，敢真正是对犹太信仰忠诚，因会摕纳税这件代志来检验。你啊纳税予这个罗马帝国，安尼你就对犹太信仰是不忠的，所以因用安尼来检视。所以你去看，迄当时希律党的人、撒都该党的人，因为着看重因的利益，因去配合罗马帝国，因赞成来纳税。因为怎统治了好势，我遮的已经有权有势的人，会当受到保障。但是迄当时法利赛派大多数的人心内是安怎？感觉讲莫纳税，因为咱应该重视的是上帝。但是大多数的人有缘是纳税，心内安怎？伫心内不满。粉碎党的人呢，因伫遐强烈抗税，无要纳税。伊嘛得到人民的认同，所以罗马帝国将因当作是叛乱分子。但是咱看圣经内面，法利赛派的人，甲百姓看做是无忠诚的撒都该人，这两派原本是死对头，但是今仔日却会通联合起来杀害耶稣。因拢是为着自身的这个利益彼此合作，因会联合来设计这个政治的陷阱，要来陷害耶稣。甚至到伫最后，耶稣要受审判的时阵，罗马的总督彼拉多要审判耶稣。迄当时，即群人中间有人来告耶稣讲，阮发现这个人是咧煽动阮的同胞，反对阮皇帝纳税，佮自称是基督是王，这是耶稣的罪名啦。耶稣是政治犯、政治犯。因为伊受告的是讲，伊反对纳税，佮自称伊是王，所以耶稣是一个政治犯。咱知影这背景了后，咱来看15节到17节。其实因咧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安怎看在眼内拢看清楚啊。这段故事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拢有记载。马可甲路加的记载讲，耶稣看穿他们的诡计，但是马太福音真特别，唔敢若看穿呢，佮加一句话讲：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为什么想陷害我？假好的人，所以耶稣心内真清楚，因这群人外口看起来敢若亲像甲你真好，甲你真尊重，佮叫你老师。但是呢，背后心内呢，却是想要来杀害人。因拢有宗教信仰吗？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应该是是就死，唔是就讲唔是。更何况这是安怎犯着10条戒，这个杀人的这个诫命。耶稣面对这款的挑战，咱来看15节。15节安怎描写？15节伫遮安尼讲，摕一个银币，互我看卖咧，拿一个银币给我看看。耶稣身躯顶敢无？我想应该是无啦，无伊就免安尼讲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身躯顶无早即种罗马钱，搁较极端来讲，耶稣兼差无会用罗马帝国的钱啦。迄时阵，罗马帝国流通的钱顶头拢有刻有罗马皇帝的头像甲名号，凯撒就是皇帝的意思。迄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留，咱若看路加福音3章第1节，伊就甲咱讲，伫提比留在位的时阵，伊在位是伫主后14年到31年，伊在位。伊迄当时流通的钱顶头，就是伊
的头上，伊的背后就是因老母利维亚的像，所以皇帝甲老母的像坐镇伫迄个顶头。但是伫提比留的头上下底有一句话拉丁文写的：该撒提比留讲新君奥古斯都的囝，诚信通尊敬的。这个神君就是真做神的君王的意思啦。当初时将凯撒皇帝当作是神明，这款的崇拜已经是真普遍啦。因会通过这种钱的洗脑，因为你会通使用这个钱，你会通伫遐平安，是因为这个皇帝、这个神伫遐治理。这个皇帝、这个神咧治理的时阵，甲带来罗马的和平。这敢是真正的和平？我头拄仔讲的，抽税，你纳钱，互帝国，帝国来派军队甲你管，你甲看，即款的情形，伫迄个时代的内面，所以伫即款神明的崇拜的中间，人要安怎得到讨棒？人要安怎掠上帝做中心，行往上帝国，迄是真困难的。而且咱看到。因平常时，因若想要来反抗，但是安怎？罗马的钱是日常生活流通的钱，因嘛是需要使用，所以对因来讲，是一个真困难的一个选择。所以有人会讲，将该撒的物件甲献予该撒，将上帝物件献予上帝。那亲像迄讲该撒。的形象伫钱顶头，所以这都爱互该撒。有上帝形象的人，爱奉献予上帝。安尼看起来是安怎？人甲钱分开看，这有当时咱咧讲，这叫做间接的双重效忠。我会通效忠皇帝，我会通效忠这个上帝。但是这种的政治归政治、宗教归宗教、双重效忠的思想，毋是耶稣的意思。特别迄当时犹太人亡国了后，受掠到伫巴比伦，因受到的教训，没有那个双重效忠啦。袂当一个人脚踏两条船，因为因的亡国，因就伫遐反省过去阮的祖先。一方面敬拜上帝，另外一方面搁要拜迦南遮的巴力的神明，因押宝两边，结果亡国。所以因受掠了后，得到讨棒转来到伫犹太地，其实就开始形成犹太国家。主体性这款的认知，这个主体性是爱掠上帝做中心的主体性，甚至因严格规定，有罗马皇帝的像名号，迄款的钱袂当伫圣殿来用，所以你来到伫圣殿内面要奉献，你就爱安怎去换做圣殿的钱，圣殿的钱顶头无人头像。换迄个钱，圣殿钱，才会当来奉献。耶稣伫遮受问到，要往该撒来纳税，这个问题其实是真困难回答的。如果耶稣讲应该纳税，安尼会叫犹太人骂甲臭头去，因为这嘛违背耶稣伊的信仰。迄个无要纳税，国较会互帝国甲当作是一种煽动叛乱的理由，迄个理由就唯一的死刑。但是耶稣甲因讲，该撒归该撒，上帝归上帝，这句话多踢掉正人的嘴。但是咱嘛爱问，到底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啥物？伫遮牵涉到一个问题。
什么是上帝的物？什么是上帝的东西？伫这个牧师在做讲道研讨的时阵，阮就伫遐在讨论着这个代志。这代志其实无简单，阮嘛是3位牧师讨论了真久。第牧师伫遐，伊咧甲阮介绍一位德国的学者，叫泰森。泰森是海德堡的神学博士。伊咧讲起这个泰森有一个真特别的见解。伊讲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，什么是上帝物件？这个泰森咧解说，上帝物件就是上帝应允犹太人的地，上帝的应许之地。你土地行来啦！我纳税互你不要紧，但是你土地行完，就是讲，请罗马帝国退出安怎？阮所徛起的所在巴勒斯坦，将上帝物、上帝土地献予上帝。这个见解真特别。无属于咱的，咱拢爱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迄是属于上帝。迄是上帝交予因去管理的，迄无属于咱的。世界有真侪极权的国家，拢会讲啥？这固有疆域管理，所以伊会当用安尼去发动战争。乌克兰的战争嘛过一冬啊，敢毋是？伫遐中间，因就伫遐讲。俄罗斯讲乌克兰是我们的固有疆域，但是卖袂记的，斯拉夫民族，这个民族的意思就是安怎奴隶啦。这个斯拉夫民族是对乌克兰开始，然后因为战争受到奴役，所以因有一寡人迁徙到伫今仔日的俄罗斯的所在。通讲乌克兰才是因安怎因的源头啦，但是你要看独裁的人，都想要来侵占别人，无属于伊家己的，伊想要来占。所以我感觉泰森这个解说真特别，将上帝的物件献予上帝，不属于你自己的，不要霸占它。什么是属于上帝？对熟悉创世纪的犹太人来讲，创世纪的故事内面，咧讲上帝用伊的形象咧造人，将伊的活命气分伫人的鼻孔内面，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的性命拢有上帝的形象。这个意思咧讲啥？就让他们成为归属上帝吧。咱每一个人拢爱归属上帝，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。你敢活出上帝的形象？你敢活出上帝爱你行往上帝国迄款的理想的国度？若无，你就是安怎？就是要将上帝予你的形象一画伫你家己的身躯顶，人愈来愈自私。自我中心，你若归予上帝，就是掠上帝做中心。但是实际上，人咧会掠自我做中心。你有可能你就是迄个凯撒，因为你是凯撒，所以你掠家己做中心，想要安怎落遮的权，想要去占别人的好处，所以。该杀的归该杀，人若是心内敢若有自我，迄是离上帝非常远的。所以创世纪内面，一讲人有上帝的形象，已经咧表明一件代志：一切拢是出自上帝，拢是属于上帝。咱只不过是一个管理者。世间所有的物件，拢是属于上帝。人应该最悬的忠心忠诚，是安怎？主权属于上帝。
所以真清楚，基督徒袂通将该杀定义是上帝。咱来知影，上帝较悬过该杀，较悬过一切。煞者，咱来看18节到27节，会讲到国外的问题。咱来看到这段真特别，互咱看到圣经的解说，伊嘛是真多元的。耶稣的时代，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，因对圣经的解说非常无共款。法利赛派是相信有天使、灵魂、国外永远的活命，但是撒都该派对这个拢无相信。所以撒都该派的人，因用一个兄弟，7个人前后拢带着大兄的某。因伫遐来祈求讲啊，这太有可能，国外无可能啦，这问题无法度解决啦。但是即款的制度，其实伫申命记内面，摩西的律法都有定以前，其实亚伯拉罕的时代都有即款的风俗。这个风俗毋是干那犹太人有，古早的人嘛有。创世纪38章。就讲到一段故事，讲到雅各第4个囝犹大，甲伊的大囝尼娶某叫做塔玛，结果尼死去，塔玛应该嫁予伊的小侄，但是安怎？犹大对尼的小弟俄兰讲：你去甲你的大嫂同房，为恁的大兄安怎真义务啦？爱生囝归伫你的阿兄，俄兰知影生落来的囡仔无属于伊，因为安怎？迄将来分财产的啦，伊要将大兄的财产降落来。我太当为着这个阿嫂，互伊有囡仔，我的财产就无去啊啦。所以圣经内底讲啥？他故意遗精在地上，无要替伊的阿兄生囝，这是古早的这个文化啦。圣经内面讲，上帝看这件代志叫做罪恶，上帝处伊的性命，这真趣味。上帝为什么看这个俄人所行的是罪恶？因为原本替这个酒馆的阿嫂，互伊有囡仔。是为着要来照顾寡妇，互伊若有囡仔，就会当继承伊的先师所留落来的土地。这其实是古早时阵是咧要来保障这寡妇的一种有疼的制度啦。当然，今仔日咱无需要安尼，咱可能会当去养一位来成做咱的义子，客囝，还是客查某囝，即款的例，咱来讲，这叫立未婚，就是娶兄哥酒馆的这个某来生囝，即款的条例。圣经内面路得记都记载，摩押的女子。这个寡妇路得，甲伊的大家老米，等于到伫伯利恒，伫因的家族的中间，无人要来娶这个外邦的女子。后来甲找到较远房的波阿斯来娶这个路得做某，搁伫城门口正长老伫遐做见证。伫遐来带这个路得，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到即款利未人所定着的这个律例，其实是为着要来照顾这个孤儿寡妇所用的。撒都该人将即款的例摕来好任国外，其实就是安怎会曲解律法。伊咧照顾这个社会基层送乡的人，
其实是《申命记》内面有记载，迄当时爱去照顾孤儿寡妇的处境。譬如讲，《申命记》14章11奉献的条例内面咧讲，11奉献是为了啥物？爱去照顾孤儿寡妇的生活。7修行的节期的时阵，会讲起节期的中间不可冷漠孤儿寡妇。你甲看，这拢是真特别的。逐个人在欢喜庆祝的时阵，你敢有去看到需要的人？所以伫圣经内面，申命记足侪拢会讲起照顾生活艰苦的遮个寡妇，所以这款的条例是为着来照顾因中间生活困难的人。但是对伫撒都该人来讲，因已经有社会地位啊，因嘛是好业的一层，所以因对伫即款的咧，其实安怎无咧重视，意思讲因的心内已经失去对遮个孤儿寡妇迄款的疼心甲照顾，所以因摕即款的话要来问耶稣，也是甲因讲，因无相信国话是因为即款的。对伫撒都该人的问题，耶稣安怎回答？耶稣讲：地上甲天顶的无共款，地面上爱传宗接代，生囝儿女，照顾寡妇；但是伫天顶无死，嘛无需要嫁娶。伫天顶是一种疼的关系。用咱信仰来讲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迄是疼的团契。所以咱嘛当伫遮看到，将世间的经验来想象天顶的代志，迄会出现大问题啦。那亲像古早的宗教信仰神话故事，会将地面上封建的皇帝制度，想象天顶嘛有一个皇帝。你知影无？地面上有文武百官，甚至想象天顶迄个皇帝嘛爱有文武百官，甚至想象阴间嘛爱有阎罗王，嘛爱有其他的官。这拢是将人世间的经验来想象天顶，想象地狱。这款真容易互人误解上帝的心的意念。先知以赛亚传上帝的话安尼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那亲像天较悬过地，我的道路嘛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也较悬恁的念头。所以耶稣直接讲一句话，真直的话。耶稣讲：恁错啊，恁毋对啊。意思耶稣肯定有国话。既然撒都该人因否定国话这件代志，耶稣就引用摩西的话来讲起国话。因为撒都该人因嘛是讲啥？先知所写的律法，甲阮讲，这个利未婚爱娶阿嫂。寡妇阿嫂来做某的代志，撒都该人是用这个摩西的律法来讲。耶稣嘛讲摩西的律法安怎讲？伊讲伫摩西五经内面，上帝对摩西讲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其实伫遐讲我是。这个我是下古下米，这句话就是上帝伫赐皮互火烧的时阵，甲摩西讲的。摩西伫遐问上帝讲：我要安怎去甲我的同胞讲，我的祖公的上帝是叫做啥物名？
伫遐上帝讲会果会米，我就是我的我，我就是我，我是自然而然的。咱圣经的翻译，这真歹翻，所以有这款的会果会米。所以耶稣捌伫世间的时阵，嘛是会甲学生讲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我就是下的门，我就是大牧者。伫约翰福音内面，耶稣讲7遍会果会米，我就是啦。咱礼拜堂2楼的彩色玻璃，就是用约翰福音7个我是所做的道。我就是真的葡萄树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我就是。而且讲我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会果会米。迄是咧讲的是现在，毋是过去。伊毋是讲我过去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无，迄是现在式。意思是对一开始到今，甚至到伫将来，我就是，毋是过去的，是咧讲现在，而且是安怎超越时间的现在。咱伫地面上，咱有地面的时间限制，有死的时刻，但是上帝是超越时间的。伫上帝的内面，咱永远活着。咱甲思考看卖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会通反省思考的议题？第一个要甲咱做阵来分享，上帝话是要束缚人，也是要带来讨棒，互人活命。上帝话。耶稣伫世间的时阵，咱看到伊甲法利赛派，也是甚至甲撒都该人的对话的中间，咱看到法利赛派经学教师，因伫遐，拢伫遐用上帝话去束缚别人，甚至撒都该派的人，嘛是用上帝话去扭曲去束缚别人。耶稣来到伫世间，反倒等是要互人得到讨棒。甚至耶稣互人得到讨棒，是通过上帝话语的理解来出发。真正摩西的话是要讲起上帝超越这个时间的。但是咱往往咱的眼界是放伫这个世间的价值、世间的一切，想要来做世间的解释。咱毋是想要来互上帝的物件归互上帝。爱记的，你本身是上帝所做的，你应该归互上帝。你无应该伫世间亲像撒该该撒共款，想要将家己安怎当作是家己的神啊！这是你要做一种的选择。上帝话是要互人得到讨棒的。要互人得到活命的，这个讨棒甲活命，就哪亲像圣经内底讲到利未婚的代志，要互迄个受弱势的这个寡妇会通得到人慈的照顾，互伊的性命会通看见人生的愿望。基督徒是受呼召。伫咱生活的中间见证，苦难中犹原有上帝所来的愿望，甚至伫世间会通去享受上帝的恩赐，将这个恩赐分享万民，成做万民的祝福。人生的中间，咱会经历无同款的软弱、苦难，咱嘛会去经验到不足、欠缺、绝望，但是咱要伫上帝内面去看见伊所予咱的愿望。上帝话毋是要来束缚别人，上帝话是要予咱
带来讨棒，互人有活命。上帝的话是要来改变人，有气力，催逼咱行往上帝国的新世界。第二项要紧的一个思考，是要互咱知影，信仰包含对政治的责任。过去咱会去听到社会有的人咧评论社会议题，咧讲政治归政治，艺术归艺术，政治归政治，体育归体育，经济归经济。即款的声音，咱有当时拢会听到。但是耶稣讲的这段话的背后是面对什么？面对犹太领袖的政治操作。这款的政治操作的时阵，因联合起来要来陷害耶稣。但是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咱敢有去误解？该杀的归该杀，你若是要掠家己做自我中心，你就是亲像该杀同款。但是咱袂通选择迄个自我中心，咱应该选择我是属于上帝，所以我顺探上帝对我的这个呼召。这句话是真接互人误用，一讲宗教的归宗教，政治的归政治，那亲像井水不犯河水同款。甚至有的基督徒讲教会就讲信仰就好啊，唔通去安怎插政治。面对这款的声，咱爱知影，这句话本身就有限制，因为无论咱有讲也是无讲，咱的生活拢甲政治有关系。咱大爱纳房屋税、地价税，做买卖有营业税。咱咧过马路的时阵有交通规则。咱看病的时阵，咱有健保的制度。咱的生活甲政治是无法度分开的关系。所以过去伫北美有一个真要紧的灵修的先生叫做富士德，伊就安尼讲，讲生命本身就是充满政治性。若是咱拒绝影响公共政策，自然有其他人会去影响伊啦。所以咱生命其实灵性是甲政治有关系，因为咱的一体灵性若好，咱的社会就会愈来愈看见上帝国的价值。所以咱爱做阵掠上帝做中心，来行往一个上帝国的新的世界。咱做好上帝的管家，好好管理上帝的米，这是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这中间嘛包括对无公义的代志的反抗。那亲像出来记内面，摩西伊遵探上帝的旨意，去反抗埃及的法老。我以前捌讲过，若是法老好好做代志，好好做事情，好好款待百姓，安尼上帝就互以色列人会继续住伫埃及。但是迄当时，埃及的统治者已经成做无公义的政权，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安尼上帝就爱摩西出来带领人民来反抗这个无公义的统治者。因兄弟，咱嘛看到伫旧约的先知内面，先知会关心公共事务、改造社会。先知会讲出一般人无法度发声，为着因来发声。当大逼王犯罪的时阵，拿单去指出大逼王的罪，但是伊毋是一开始就去指出来啦。差不多过一冬外，伊甲拔示巴奸情1年多之后，也是台西欧利亚
的时阵，1年后，先知拿单甲去见大卫，唔敢马上去讲，互这个代志安怎？伫迄个中间有一段时间了后，拿单甲去指出大卫犯罪。先知唔是干那关心信仰的问题，伊嘛直接指责统治者的罪，就是要互统治者知影，上帝归上帝，你要掠上帝最中心。该杀的归该杀，你是人掠人最中心，还是你是掠上帝最中心？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思考的，你爱去做选择。咱咧关心伫社会的事务的时阵，咱更较爱知影，上帝呼召咱，要互咱的世界因为咱的参与，互上帝国的世界会通完成伫咱的中间。长老教会的创始者约翰加尔文，伊咧表达伊的基本信念甲世界观的时阵，咱通讲用一句话来表达：一切荣耀归乎上帝。加尔文主张上帝的主权是普遍伫人伫世界的全部，所以咱咧旨意追求，无论是圣信还是世俗，这两款的这个领域的中间，咱要真清楚。圣信是掠上帝最中心，这无问题；世俗也是有缘爱掠上帝最中心。信仰应该包括对政治的责任，所做一切拢爱掠荣光上帝最要紧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来得到反思思考。阮要掠上帝做阮的中心，阮无要去学习该杀迄款掠家己做神、自我中心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伫阮伫世间的选择中间，会晓谦卑伫你的面前，甲主相行，掠上帝做阮的中心，来跑走世间的每一日。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回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321首，321首，我主，我救主，我真爱的完全，请起立来吟。
坐。下面是讲道的时间，这是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头一项是为着圣经学校的报名，甲3月份开始的上课准备。第二是为着3月初3礼拜5开始的世界公道日，为台湾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新冠的疫情会较降低，甲咱要恢复咱正常的生活的次序，请咱大家做阵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书宪长中有传这事，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启示真理的主上帝，圣经是阮信仰的根基。圣经学校3月要开始上课，恳求上主，互阮伫礼拜后的时间，会当对你教示的真理有搁较侪了解，换出耶稣的模样。3月第1个礼拜5是世界公道日，全球100外个国家要来为着台湾来祈祷。恳求上主，互搁较侪国家甲人民明白台湾的处境，兴起你大能的手，守护台湾的安全。3年的 COVID-19 疫情就要煞了，侪人已经出国佚佗。恳求上主继续帮助阮顺利恢复正常的生活，也帮助侪为着疫情继续受到受苦的人。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这时，请起立来吟奉献诗，做咱的奉献祈祷。
请咱掀开周报的通知事项。3月份的地月长老是柯世忠长老。头一项，儿童主日学的祈祷会，因为今年3月初3是世界公祷日，有100外个国家要为台湾来祈祷。咱的主日学学生嘛是共同来参加这个祈祷，欢迎家长来加入咱的师生共同的祈祷。第二，为着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，求主保守安慰受灾的人民，只有关键的讯息会当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三，2023年世界公祷日主题国家是台湾，这是由咱台湾教会组成的团队来编写礼拜甲祈祷手册，再由世界公祷日国际委员会寄到全世界100外个国家的教会，所以伫全世界教会要做定为着台湾来祈祷。咱七星中会嘛要伫3月初3礼拜5迄天世界公祷日来邀请大家共同来为台湾来祈祷。时间是礼拜5早起9点半到11点半，地点是伫个咱本教会的大礼拜堂。迄天咱教会的常年团契、妇女团契嘛要做阵参与聚会甲服侍，咱伫遮嘛邀请大家会友会当伫迄个时间为着台湾来祈祷。若是时间会当配合，来欢迎迄天咱做阵来教会，做阵来祈祷。第四，圣经学校尊贵班邀请英德长老来做说明。第8项，2023年爱的练习室夫妻行动团体报名到3月30日，若有兴趣的人，欢迎紧报名来参加。第9项，伫个室内无要带喙罨，政府有宣布2月20开始，伫个室内无要带喙罨，会用家己会决定你有要带也无。但是有一寡指定的场所，伫个室内即个空间嘛是爱带喙罨。譬如讲，伫个病院内底，伫个捷运内底，咱嘛是爱搁带喙罨，所以请大家爱注意。第10项，教会近期的讲座有真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11项，清明的追思礼拜，伫个4月初2要来举行。若是要参加的人，要追思咱的个人的家庭，会当伫个3月28进前来办公室来登记，并且爱提供个人的相片，甲咱的怀念文。团契消息，请咱家己看。具体消息，头一项，陈国兴兄弟伊的安息主怀，定伫3月初3下晡1点半，伫个第2殡仪馆来举行。个别礼拜，伫个3月初4早起10点，伫个本教会来举行。第2项，谢正义谢长老伊的安息主怀，伊是伫个2月15安息主怀。个别礼拜定伫3月11早起10点，伫个第2殡仪馆。第3项，欢喜的消息。谢梦如甲吕冠恩的结婚礼拜，定伫3月12日下晡2点半，伫个本教会来举行。咱真甲恭喜谢梦如，就是营养牧师的后生，就是南章弟兄伊的后生，咱真甲恭喜。告解消息，咱的国父礼拜堂陈世良的考目，定伫3月13。拜一早起10点，欢迎大家兄姐拢来参加。下周的事项甲顶周的出席甲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时，咱请英德长老甲咱报告圣经学校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即摆来甲报告圣经学校吼。咱圣经学校伫后礼拜日开始上课，基本上咱上课的时间就是咱对3月到10月的每礼拜，除了最后一个礼拜，我写黄色这个所在是全教会的讲座。其他的礼拜拢有圣经学校。啊，毋过伫个4月份，因为第一个礼拜是清明主日，第二礼拜是迄个国华节。啊，甲5月份的母亲节，即3个主日有暂停以外，咱对3月份到10月18号，才互咱拢伫礼拜日的11点后，拢有圣经学校。啊，上后一个礼拜，像讲3月26号、4月30到5月28，咱是做伙上课，就是咱全教会讲座、全教会讲座安尼。我来介绍咱的课程哦，后一页。第一个就是这字可能有较细，无要紧。第一个课程就是咱真感谢上帝吼，咱互良心长老，伊伫咱教会30几档的时间来开这个课。那这个课即马是马太福音的上后一讲，应该到上后第12讲啦吼。所以有分两届，就是前7次，前即届是马太福音，后3届要开始讲使徒行传。所以咱欢迎兄弟来报名吼。良心长老伊的课真正真扎实的课吼，伊准备拢真认真，啊上课真扎实，咱欢迎大家来上课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咱的圣经白话字的初阶。谢谢，是迄个，无因即先讲话。圣经白话字初阶就是咱的黄牧师甲英主长老来开课。我会记吼，阮顶伫学校拢有迄个本土语的课程，啊，所以阮的囝因都参加迄个伊台语的课啊，吼，咱啊其实拢是母语是台语的人参加较济。啊，毋过伊组吼有一个是韩国人，伊韩国人是韩国侨生，再有说伊的爸母拢是韩国人。结果到期末的时阵，因考试就是读一篇文章，看大家读了状况安怎，啊老师来评分。结果大家摇讲，啥物人的成绩上好？结果迄是迄个韩国侨生，因读了上好，因读了上认真吼。所以其实咱吼，所以咱这个圣经白话字这个课吼，其实我真欢迎吼邀请咱的爸母来请咱的若是青少年的朋友，来做伙来参加吼。因为咱的圣经学校其实咱无限制年龄啦吼，虽然讲是成人主义学，啊毋过无一定是成人。若是讲你是主日学，还是讲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其实拢真欢迎来参加。后一个，往上吼 ，OK 好。这是咱的信仰祈祷甲生活实践的课，是施春辉长老开的课。这其实是针对咱的初信，还是对圣经可能爱个要开始礼拜人来上课。啊，毋过其实我家己有上过这个课啦。其实这个课吼，若是咱家己想要对圣经，还是咱的信仰，搁重新来有一寡反省，其实上这个课嘛是真好的选择。若是讲你有迄个，啊，毋过我嘛欢迎吼，若是你有这个负担，像讲要来甲这个初信者来做伙来伫遐上课，做伙来陪因、陪伴因，嘛是真欢迎来参加这个课程。搁后一个。这是咱地牧师开的课堂，历史中的耶稣，跨越时空的多元图像吼。其实咱会当对这个课，地牧师要对真济展出，对旧约、对新约、对真济历史的来看耶稣，这是真好的课吼。其实我对地牧师来了，我每届伊来讲道还是伊上课，我拢对圣经有真正无共款的角度，会当加真济角度的。人物吼，真正真感谢伊，所以咱来上这个课，其实会当对咱的圣经会当有更较宽、更较深的一寡人物。下面，这是非暴力沟通与信徒生活吼。这非暴力的沟通，其实毋是讲拍人才是暴力啦。其实这个课沟通上重要一项代志是，要教咱安怎甲咱的朋友，还是咱的厝里的人，咱夫妻的沟通会当。袂尽量来减少伤害，这伤害无一定是拍人吼，可能是
言语的伤害，还是感情上的伤害。其实，这无辜的传道，伊是这方面真好的讲师，又受过这训练，所以这个课其实，若是对咱甲咱的亲子关系，还是夫妻的关系，还是伫咧职场，甲咱不管是对上对下这沟通，拢会当有真好的这个学习吼。所以咱也真欢迎，若是讲你有要来学习安怎来甲人沟通，袂对人来做成伤害，有效的来沟通的话，会当来上这个课。下一个就是咱哦，这是伫咧拜六开的课，是咱感谢咱的韩国牧师、赵牧师甲朴牧师因来开课。伫咧拜六下晡来上课，这是生活韩语的课。这生活韩语其实真趣味吼。若上课有诶时阵呢，赵牧师拢会教大家做一寡点心，还是做一寡菜，所以来遮吼有当听，有当学，也有够通食吼。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上这个课。吼，咱等下吼，因为咱要安排遮个教室，甲咱来统计遮个人数，所以请大家若有要上课，会当伫头前遐个所在来报名吼。请大家尽量今仔日来报名上课，多谢。下面来请牧师甲咱补充报告甲介绍。伫遮来补充报告吼玉贤长老的爸爸伫昨这个凌晨46分的时阵安息主怀吼。上帝互伊伫世间有100年久，愿主安慰伊族特别咱为着玉贤长老的家庭来祈祷。才应该长老一生拢尽忠伫上帝所交托。过去我伫台北中会的时阵，伊捌做过台北中会的议长。上时阵也担任马偕病院的董事长。其实马偕病院足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促进拢是伫伊的手内来完成吼。是一个真尽忠伫上帝所交托经所罗卜吼，愿主来安慰伊族，也坚固才应该长老所做的工。这是我来报告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，互咱彼此来熟悉。首先来介绍的是黄玉文，请起来互咱熟悉。伊拄仔离开吼。第二位是单继聪、陈志聪，欢迎。来介绍的是杨清辉，来欢迎。过来有一位迄个世宏长老的朋友。这个谭守纯毋知伫倒。过来介绍的是丽林这书的阿哥吼，对美国回来Jessica， 毋知伫倒，欢迎。伫遐。来，咱中间敢有无介绍到的朋友，当挥挥手，让我们也知道认识一下。好。是黄玉文，欢迎你。咱嘛，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来看顾咱。这回来吟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愿，请起立来吟。
愿守住永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永望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伊个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坐，绿岛闭会，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。若需要带倒的兄姐，请到后面的雨伞卡，互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。会纠结啊，吼，恁两个拢总